锦溪，等会儿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你干嘛呀？我下床啊。不行不行，你现在身体不好，奶奶说了，这2天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必须在床上休息。快躺好。不是，我先下去一趟啊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躺好。你要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让露露做好了送上来。没问题。可是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我一定要下去一趟啊。行了，你就躺好吧。有什么事我帮你做，好吧？顾先生，我要去洗手间，你也能替我去吗？这个我真做不了。来，起来吧。慢点啊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去。你确定可以啊？可以。他也要上厕所去。竟然找人调查我，这个臭八怪死女人！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呢。你能找人调查我，我就不信你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我腿受伤了，顾先生也没有去公司。我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不用你告诉我。妈妈现在怎么样？贺金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对妈妈不好的话，你不要怪我。好热呀！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谁洗澡会穿衣服啊？你去赶紧找衣服穿上，流氓行为。你说谁是流氓？说的就是你，臭流氓。贺锦溪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前我就是太惯着，今天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流氓。本少爷给你看样好东西。耶！我穿着裤子呢。真无聊。你说谁无聊？说的就是你无聊。哦，是吗？那本少爷跟你好好聊聊好不好？我来啦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俩孩子干什么呢？动静搞这么大！奶奶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小野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。奶奶是过来人，你们是新婚，奶奶理解。不是，奶奶，我跟你说，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。不是，奶奶，以后啊，动静别搞这么大啊，这么多的人，无所顾忌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注意点啊。好了，快，都回去。奶奶。少爷，以后请把门锁上啊。都是你，把奶奶都招来了。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明明就是你弄的嘛。你以为我对你有意思？我是逗你玩的。我对你也没意思。这。老夫人，这是什么呀？放在花盆里的陶土链儿，我们的人在少夫人出事的楼梯上找到的，有人把它撒在楼梯上，所以才让少夫人脚下一滑摔了下去。我就知道，景熙摔下去啊，没那么简单。这个捣鬼的人是谁啊？查出来没有啊？我查看了监控录像。那个时间段经过楼道口的，除了少爷和少爷的秘书陆安安之外，只有一个人。谁呀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？那监控录像，那个时间段经过楼道口的，除了少爷和少爷的秘书陆安安之外，只有一个人。
谁呀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？您可能忘了，她是老夫人给少爷指定的妻子的人选之一。那天就是她，和少夫人一起来面见少爷，最后，少爷选择了少夫人。这么说，这个女人有很大的嫌疑了。是，因为少夫人在公司没有仇家，其他的人没有动机，只有这个南宫琉璃。哼，南宫琉璃，胆子也真够大的了，居然敢动我们顾家的人。少夫人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原来都是他搞的鬼啊！是啊，这次啊，奶奶帮你出气，我准备以故意伤害的罪名起诉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起诉他，一定会伤害到傅博雅吧？我不能这么做，我得阻止奶奶。奶奶，我觉得这个南宫琉璃啊，他一定是因为太嫉妒我了，才会一时冲动做出这样的举动来的。我也知道呢，奶奶您是想为我出头，可是我觉得他太年轻了，如果我们起诉他的话，他后半辈子不是就毁了吗？那照你的意思，那就是放过他了。锦溪呀，你也太心慈手软了吧？也没有心慈手软，我就是觉得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给他一次机会，我们顾家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呀？这个南宫琉璃，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，就应该好好教训他。奶奶，这次的事儿，您能不能让我自己处理啊？既然他是冲着西城来的，只要让他离开西城身边就好了，我就不想再追究这些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奶奶，求求你了。你可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性子可不能这么软弱。哎呀，既然你求到我呀，那我就卖你个面子吧。不过，你要去找那个南宫琉璃啊，还得我陪着你去，不然你自己去啊，肯定要吃亏的。嗯，奶奶最好了。这孩子，进来。有事啊？顾总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想提前回去。好，不舒服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还有安安在呢，正好我也要出去一趟。哎，顾总，那天那个跌倒的清洁工他怎么样了？他没事了。你们认识吗？哦，不认识，就是总觉得他对我有点敌意，所以记住了。没事就好，都是公司员工，我怕影响公司。没事的，放心吧。锦溪，锦溪，还没回来。哦，方叔，锦溪呢？啊，少夫人和老夫人一块儿出去了。一块儿出去？去哪儿了？少夫人说要找别人谈话，老夫人不放心，陪着一块儿去了。什么人让奶奶这么重视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？少爷。顾老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请进。您先坐，我去给您倒杯咖啡。行了，不麻烦了。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件事儿的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南宫琉璃，你装什么糊涂啊？
你心里最清楚。当初西城在你们两个人之间，他选择了锦溪做妻子，你输给了锦溪，结果你就想方设法地进入了神龙集团，还当上了西城身边的助理。你是个什么样的心理我就不说了，可是你却对我们顾家的媳妇儿做出那样的事情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诚心把她给害死啊？我没有，老夫人，我承认我是喜欢西城，可是我并没有对贺锦熙做什么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误会？哼，你以为你做出的那些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啊？以为我们顾家拿不出证据来是吧？南宫琉璃，我已经跟奶奶说过了，以前的事儿就过去了，我没什么事儿也不想去追究，只是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不要再纠缠顾西城了？毕竟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你这么做是在破坏我们俩的感情。肯定是贺锦熙误会了我跟南宫琉璃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找人家麻烦去了。哟，吃醋了？你说这女人怎么这么会吃醋啊？吃醋是好事儿啊，说明人家在乎你、爱你，不能没有你，想要你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听说我奶奶都去了，我得赶紧赶过去。完事再聊，拜拜。老夫人，贺小姐，我知道是我的错，可是我真的喜欢西城，我求求你们，不要让我离开他。胡闹，伤风败俗。奶奶，奶奶你别生气啊，我们俩来之前说好了，对不对？顾老夫人，上次选拔就是个笑话，西城根本不了解我们，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奶奶，南宫琉璃，你何必执迷不悟呢？只要答应我，你离开神龙集团，以后不再纠缠顾西城，之前所有的事儿，我都愿意既往不咎。顾老夫人，顾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不要让我离开西城，是我错了，我知道是我错了，可是我真的喜欢他，我求求你了，顾老夫人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喜欢西城，西城就一定会喜欢你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次要不是锦溪给你求情啊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下场，你心里最清楚。顾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了，只要您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证明我自己比他强。南宫琉璃，你人长得这么漂亮，又有能力，干嘛非要缠着顾西城不放呢？你这么做不会有好结果的。贺小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请你不要让我离开西城，我求求你了，是我的错。南宫琉璃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！哎呀，对不起！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太过分了！住手！贺锦熙，你在干什么？西城，你怎么来了？奶奶，这里没有误会，您就别在这添乱了。我添什么乱呢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这件事是我故意的，跟南宫没有关系，你们都误会他了。还有你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这跟泼妇有什么区别？顾西城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呢？我不分青红皂白，我只看到你在这欺负人，太让我失望了。走。顾西城，你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奶奶，好了好了，这事儿啊，肯定是他误会了。走吧，咱们先回去，回家跟他解释清楚啊！走走走，别气别气，咱们先走。南宫，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休息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谢谢顾总。对了，公司那个清洁工的身份你应该知道了吧？她是我的妻子贺锦熙，她今天来找你，可能是有些误会。不过你放心，回去我会跟她解释清楚。顾总，今天要不要留下来？
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南宫，南宫，你冷静点，我对你没意思。我不信，你要对我没意思，为什么提拔我为你的特助？你要真对我没意思，为什么你对别人都不像，却对我这么亲切？我知道了，是我错了，我让你误会了。不过我确实对你没意思，我提拔你那是因为你敢说敢做，我对你亲切也只是上下级的关系，没其他的意思。西城，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？要是我哪做的不好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改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哎呀，南宫，南宫，你做的很好，可是我已经结婚了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我知道你结婚了，可是你们俩并没有感情啊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让他去当清洁工。西城，西城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做什么都行。我是真的爱你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好了，南宫，你放手。南宫琉璃，你冷静点。她是我妻子，我们之间有没有感情是我们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请自重。顾西城，看不出来，你还真把婚姻当回事儿。我就不信，拆不散你和贺锦熙那个贱人。怎么这么冲动啊？不分青红皂白的。哎呦，老夫人、少夫人回来了。哎，西城没有回来啊？没有啊。哎，他不是说找你们去了吗？没逢着啊？他呀，找到南宫琉璃家去了，结果他误会了锦溪，以为锦溪啊是去找南宫琉璃麻烦的。这孩子也不问问清楚，就带着那个女人跑了，电话也不接。奶奶，您别生气了啊，一会儿等西城回来，我跟他解释清楚就行了。你也是的，对待那样一个女人，你还那么心软，给她一次机会，给她什么机会啊？要我说呀，就直接告她，看她还敢使坏。好了，您放心吧，奶奶，如果再有下次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手软了啊。我看您今天累坏了，要不然您早点休息。哎，那你跟西城的事儿呢？没关系的，一会儿呢，等西城回来，我就把南宫琉璃的事儿啊都跟他说清楚。您放心，这一次啊，我一定不会让南宫琉璃再留在他身边了。好不好？好的，你们小两口的事儿啊，还是你们自己解决吧，我就不掺和了。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跟西城解释清楚，啊！你放心吧，啊。好，那我去歇着了。奶奶晚安。哎，好。哎，司徒，你说这些女人是怎么想的？贺锦熙竟然怀疑我跟别的女人有关系，还跑到人家里去欺负人家。人家小嫂子不应该是那种人吧？该不会是你这个负心汉真的看上人家南宫琉璃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。但是我也没想到，这南宫会对我有意思。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下属。下属？人家南宫琉璃长得比小嫂子好看，你真的不动心吗？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看人要看内在。内在？小嫂子内在是什么？一头迅猛的老虎，会咬死你的！啊！算你有良心。喂，苏妍希，东西给顾西城了吗？我还没有啊。还没有？你每天在干什么呀？为什么不给他？贺锦熙，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把人家往绝路上逼。苏妍希，你当你自己是圣母玛利亚？我问你，妈妈最近怎么样？事情没有办成之前，你别给我提妈妈。
这件事也怪我，是我让他误会了，不能全怪他。不是你这一会儿怪他一会儿不怪他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虽然这件事是我让他误会，但是他也不能过分的去欺负人家，所以，我决定给他一个小小的惩罚，暂时不理他。暂时不理他，瞧你那怂样，你不会是怕小嫂子秋后算账吧？我顾西城会怕谁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儿还不回去吗？咱们喝到天亮。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，来，不醉不归。这是在查的啊。方叔，呀，少夫人早。顾西城是不是昨天一晚上没回来？啊，是，少爷昨天没回来。方叔，那您忙吧。哎，少夫人，司徒少爷来了。呀，司徒少爷早。小嫂子，人家可想你了啊！你想那个，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来找顾西城吧，来晚了，他一大早就走了。他一早就走了。那昨晚上我跟谁喝的酒啊？嫂子，我喝的有点断片儿，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顾西城跟我喝了一晚上酒，喝的都吐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你不信是吧？我信了。本来他一夜未归，我担心了一晚上，但你这么说完之后，我踏实了。不是，嫂子，主要是他喝的太多，吐的太厉害了，浑身上下都脏了，让我回来帮他拿几件衣服。露露，司徒少爷拿如果顾西城知道了事情真相，恐怕我就没有机会留在神龙集团了。只有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感情，我才有可能得到顾西城。可是，这要怎么做呢？哎，你回来了，并没有时间，小心谈着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不是，你就得让我跟你解释一下吧。别跟着我。什么？西城和锦溪两个人还没和好呢？是啊，一开始呢是少爷不理少夫人，可后来少夫人也来气了，又不理少爷了。哎呦，现在两个人都把对方看作是空气，都不肯先低头啊。其实这事儿啊，根本就怨不得锦溪，西城跟他斗什么气呀？嗨，少爷还不知道南宫琉璃的事儿，所以现在还闹着误会呢。他还不知道啊？奶奶，你们两口子还在冷战呢。别提他了，一想到他不问青红皂白就到别人家里去大闹，我就来气。你误会锦溪了，事情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误会？我可是亲眼看到他动手打人。你听奶奶把话说完行吗？真想不到南宫琉璃这么阴险狠毒。这下你明白了吧？是锦溪不让我告他的，说给他一次机会，结果那个女人却纠缠不清。当时锦溪啊也是气极了。西城啊，锦溪可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，你不能误解了她。奶奶，
是我错了，我错怪他了。锦溪，上次南宫琉璃的事儿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今天我以汤代酒，向你道歉。道歉也抵消不了你夜不归宿的事实。夜不归宿，我顾西城夜不归宿，那不是家常便饭吗？顾西城，你这是在跟我道歉吗？我觉得我好像更生气了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从此不会夜不归宿了。而且以后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我不会再乱发脾气。这样够诚意了吧？这么说的话，倒还差不多。那我就大人有大量，原谅你吧。那吃饭吧。来，来，尝尝这块肉。公司的电话，我出去接一下。把这些房间都打扫干净了，好好检查一遍，不要给客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哎，你好。那你先过去吧。行。你好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幅画是从哪里来的？哦，我们老板是个画迷，这画是从哪儿来的我倒是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们店里所有的画都是私人收藏品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老板现在在不在店里啊？这幅画可不可以卖给我？这估计不太可能。我们老板对这些画都很在意的，并且请专人对这些画进行保养。关键是他本人也不经常在国内啊，我们都很难碰到他的。那你可不可以给老板打个电话商量一下？我真的很喜欢这幅画。这个不好意思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回去吃饭吧。哎，锦溪，公司的事需要我亲自回去处理一下，要不你先在这吃，我处理完了回来接你。不用了，你好好工作，一会儿吃完饭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了，不用管我。那也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妈妈，我看见你的画了。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喜欢吗？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我妈妈以前是个才女，她10几岁的时候画的画，画工已经相当了得。曾经有大书画家说过，不出10年，妈妈必定成为书画大师，甚至创作出自己的流派也不可知。可是没想到，在她20岁的时候遇见了我爸。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爸爸是什么样子的。总之，我妈妈爱上了他。为了他，她放下了现在的画笔，洗手做羹汤，生儿育女。这幅画是在我5岁的时候画的，也是他最后一幅作品。我
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这辈子我还有机会能再看到他。这说明你跟这幅画还是有缘分的。它能够回到你的手里，也说明这一切已经结束了，美好的生活又可以重新开始。锦溪，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见你妈妈？我还没有见过我岳母呢。我想把这幅画亲手送给她，我想她一定会很喜欢的。我爸爸妈妈现在都在国外呢，等他们回来，我们就去见他们。好。现在不生气了吧？谢谢你。来，吃。和好啦。奶奶，我们也没吵架呀。记住，以后啊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经过调查才能下结论，懂吗？知道了，奶奶，您赶紧吃饭吧。奶奶，我今天想跟西城一起去公司。哎呦，去什么公司啊？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呢，在家再多待2天吧。啊，奶奶，您就让他去吧，他在家也很无聊，而且我已经跟下面的人打好招呼了，他只负责我一个人的办公室。那还不是一样啊，照样当清洁工。我看你们2个真是在胡闹。奶奶，这个其实是我的意思。您看，我不想在公司里太招摇，而且公司里其他的职位也不缺人呢。我觉得当清洁工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奶奶，哎呦，你们2个人啊，都有自己的主意。我年纪大了，哎呀，也管不了你们了，随你们的便吧。谢谢奶奶。喂，我没事。何锦溪，你太过分了吧！我这里是工作的，不是给你吃零食的。哼哼，那可没办法，谁让你是总裁，我是清洁工呢？我就是想给你帮忙，我也帮不上啊。那你做你清洁工的工作呀！啊，你在这又是吃又是喝，要是别人进来像什么样子啊？可是我是你老婆兼职清洁工啊。哼。进来。顾总，这个是上个季度的财务报告。我知道了。
放在这儿吧。没什么事，你出去吧。哎。顾西城，你故意的是不是啊？天哪，我。琉璃，琉璃，琉璃，你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给你打电话，知道你病了，我就赶过来了。啊，我那儿还有房子的钥匙。我过来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发高烧。你怎么会病成这样？我现在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病好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放心，我只是想好好照顾你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厨房我熬了粥，一会儿把粥喝了，再吃药。你先好好休息一会儿。想什么呢？常副总，你有事儿？啊，没事，我上来看看。那个南宫助理呢？他呀，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，好像是辞职了。辞职了？听说是跟那个清洁工的受伤有关系。你说顾总办公室那个清洁工啊？常副总，你也看见那清洁工了吧？总觉得那清洁工有点问题。你说他该不会跟顾总？陆安，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别乱说话，别乱说话，让人听见多不好啊！就算他真的跟顾总有什么关系，咱也不能对别人说，听见没有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过来是找南宫琉璃的。来，喝点水。慢点，擦一下。博雅，啊，你别再对我这么好了，我已经很对不起你了。你对我越好，我越内疚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哪有对不起我？都是我自愿的。就当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好了。但是琉璃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好好的，别再错下去了。博雅，从小他们都夸我，说我又聪明又漂亮。可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一点都不聪明。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劲才考上那个大学，如果没有你的帮忙，我也不能那么容易上研究生，那么容易就毕业。可真的直到毕业才知道，一个女人在社会上有多难，不是你努力就行的。有多少人他没有我努力，他没有我的学历，可他们都过得比我好。
物质就真的这么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？难道你想跟我结婚之后，还挤在这个房间里，我们俩拼死拼命早出晚归，1个月都买不起一个包？薇娅，我有能力让自己过得更好，我为什么让自己这么辛苦啊？所以，不管我对你有多好，你还是会去追寻自己的生活，是吗？你对我好，你真的对我好吗？可是你对我的好，并不是我想要的好。你想要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去做。如果你真的对我好，你应该……我应该做什么？你应该帮我。帮你什么？你说，我什么都愿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把贺锦熙约出来，然后你把他迷晕，帮我拍一些照片给顾西城看。你要绑架他？我不是绑架他，我就是想让他那些照片让顾西城看到，以为他出轨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充当他出轨的对象？刘丽，你现在变得怎么这么卑鄙？我卑鄙？我怎么卑鄙了？是你说爱我，说你要帮我的。现在好啊，你反悔了，反而怪我。行，你走吧，你滚，你滚！现在苏元熙是南宫琉璃的靶子，我暂时不能出面，就让你们两个斗个你死我活吧。哼，苏元熙，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才好。奶奶，哎，我们上班去了啊。奶奶，我们走啦。哎，去吧。啊，方叔，少爷、少夫人，再见。少爷再见。哎，老夫人，哎，这两个孩子也不知道搞什么鬼呢。锦溪也是的，顾家的少奶奶，当什么清洁工啊？哎呦，天天上班还这么高高兴兴。可他们俩都挺开心的。所以啊，我看不懂了，这俩孩子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哎呦，您就别操心了，少爷和少夫人是有分寸的。哦，对了，你去给我约一下我那几个老姐妹，我想打打牌了。哦，好嘞。琉璃，我同意帮你最后一次，但是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会彻底离开，以后你自己的路